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间是耳仔生两葉，家己看袂到。耳仔生伫咧頭的兩邊，咱若無照鏡是看袂到的。這句話就是要講，咱看袂到家己的欠點，可能需要別人甲你講，也是提醒才會知影。所以咱在做代誌的時陣，若有人好心甲咱指教，就愛去聽、去思考，家己是毋是倒位做了無拄好，安尼才會互家己更較進步，嘛會得到好人緣、好名聲。以上，感謝收聽。